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7月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静老师。今天这个沪市走势可以说是扬眉吐气，是放量上涨。7月8日 A 股市场全天震荡走高，创业板指数领涨，沪指逼近3500点。截至收盘，沪指涨 0.7%， 深成指涨 1.46%。创业板指数涨 2.39%， 全市场超过4200只个股上涨，只有1000家股票是下跌的。关键是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 1.45万亿，比上个交易日放量3400亿，这个量价配合似乎还是不错的。那这么个 A 股怎么突然又大涨，逼近3500点？有人说有2个方面原因，第一个是7月8号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在债券通周年论坛上表示，香港证监会一直与内地监管机构合作，持续推进将人民币股票交易柜台纳入港股通。目前相关准备工作进展顺利，力争近期向市场公布实施细节，会有更多企业考虑发行人民币股票交易柜台。所以在南下资金带动下，人民币计价港股交易规模有望一路北上，这是一个利好。第二个，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为进一步贸易谈判敞开大门，在对多国加征新关税后，市场紧张情绪得以暂时缓解。周一晚些时候，特朗普表示他仍愿意进行谈判，并将提高关税的时间至少推迟到8月1号，缓解了市场担忧。当然了，这个是市场上流传的一个说法。今天大涨是有原因的，实际上这些原因都是似是而非。A 股大涨的原因比较简单，就是它的指数已经被操控了。国投证券专家说沪指今年涨幅几乎都是银行贡献的，今年沪指的涨幅实际上就是银行股贡献的，这是国投证券说的。随着银行股带动沪指不断上攻，国投证券直接坦言，上证指数今年的涨幅几乎都是银行贡献的。从 A 股自身角度看，客观而言，只要银行维持上涨，那么银行搭台，多方唱戏行情将延续，大盘较难二次探底。国泰证券表示，事实上今年银行板块上涨是大盘指数走强的核心推动力。沪指从年初的3347点涨至目前的3450点以上，主要贡献来自银行，因为银行年内涨幅超 15%。 如果剔除银行贡献的88点，沪指今年涨幅几乎走平。所以说这个是被银行操控了指数。我们看这个上市公司董事坠楼，100亿市值上市公司董事疑似坠楼去世，年仅54岁。大鱼财经记者注意到，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叫浙江建投7月3日公告，集团职工董事沈康明于近日不幸去世，年仅54岁。另有消息称，沈康明疑似坠楼身亡。浙江建投是浙江成立最早的国有企业，同时也是省内最大建筑业企业集团。作为董事，他的坠楼也显得有点蹊跷，跟俄罗斯的那些富豪莫名其妙坠楼恐怕有相似之处。近日，上市公司恒盈科技发布一个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函，它的公告。根据这个公告，大家才知道这个叫恒盈科技的这家上市公司购买了国民信托汇金8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7亿元。截至2024年年报披露日，仅收到投资收益 0.13亿元，也就是1300万，本金及剩余投资收益逾期未兑付。什么意思？1.7亿拿去给信托理财，现在这个上市公司恒盈科技看中的是人家的利息，人家看中的是他的1.7亿的本金，1.7亿拿了去信托，国民信托只拿回了1300万的投资收益，剩下的钱打了水漂。上市公司从韭菜身上拿钱融资，完了之后干什么？给信托去理财，这就是上市公司干的事。有人就说，那这是上市公司这恒盈科技他自己赚的钱，对吧？暂时用不上，拿来理财。如果恒盈科技他对这个金融消费者负责任，他赚了钱
要么分红，真金白银的给这个金融消费者。那现在都提倡分红嘛，这是你赚的钱，1.7亿，那钱用不上，要么你拿着1.7亿去回购股票，现在也是提倡的，但他偏偏把这个拿去理财，血本无归，对吧？这就是咱们这个上市公司的底色。他为什么这么做呢？我们再看看这个央视揭露的骗局。央视财经今天揭露一个骗局，叫直播7天0人观看，解约竟被索赔50万。央视曝光网红孵化骗局，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有一个叫麦芽这个人是一名网络游戏爱好者，偶然看到一家文化传媒公司招聘主播，承诺保底薪资5000元，小白也能上，包培训包推广。这个心动之下，麦芽就签订了合同。签约后，公司既没有提供培训，也没有预期的运营支持。后来这个麦芽就觉得没意思啊，没前途，要解约。这个时候，该文化传媒公司告诉他，你违约了，你要赔50万。关键这个事还不是麦芽一个人，而是多人遇到这样的情况。大家看视频。随着网络直播的兴起，网络主播成为很多年轻人心目当中的热门职业，月入过万，无经验要求，包培训包推广。看到这样的招聘广告，是不是很心动呢？然而高薪诱惑的背后却可能暗藏着诈骗陷阱。最近呢，一男子和经纪公司签约之后，仅仅直播了7天就被公司索赔50万违约金。麦芽是一名网络游戏爱好者，偶然看到一家文化传媒公司招聘主播，承诺保底薪资5000元，小白也能上，包培训包推广。心动之下，麦芽签订了合同。这个东西我聊，我说如果说有一天我不想播了，我需要赔钱吗？他说不用啊。我说那好啊，那这个东西没事，那我签了呗。签约后，公司既没有提供培训，也没有预期的运营支持。直播7天后，因无1人观看，麦芽提出解约，却被公司告知构成违约，需赔偿50万元违约金。说那个啊，我这边给你花什么钱啊，包括那个啊，我公司有多少人给你产生那个服务啦，对吧？这钱你得支付2个财务，7天能用2个财务，你给我发工资了吗？我1分钱没有啊。与麦芽有相同遭遇的不在少数。这家公司对多名签约主播提起诉讼，要求支付高额违约金。然而，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在审理中发现，公司提交的合同存在拼接痕迹，中间的权利义务和违约条款等关键合同页被偷梁换柱了。发现这个合同呢是经过重复装订的。那么我们在仔细看了这个合同之后，它的这个第1页和最后1页与中间3页的从这个纸张来说，包括这个字体来说，明显就是不一样的。被发现后，公司第一时间申请撤诉，法院认定公司存在虚假诉讼行为，对其处以20万元惩罚，并将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经过司法机关调查，这家公司竟然是一个专门以诈骗签约主播盈利的团伙。公司负责人徐某编织了一个网红孵化骗局，骗局总共分3步。第1步，广撒网，不设门槛的招募主播，以保底薪资引诱签订经纪合同。第2步，主播直播的过程中，公司对主播采取放养策略，不提供任何运营服务，之后肆意认定违约，让主播被迫或者主动提出解约。公司还使用马甲号冒充用户和主播互动，通过钓鱼的方式诱骗主播产生特定的行为，从而捏造违约事项，认定主播违约。第3步，在主播提出解约的时候，公司拿着之前签订的合同，向主播索要高额的违约金，通过威胁要进行诉讼或仲裁，骗取主播支付赔偿金。实际上，这种骗局3年前就有了。这样的文化传媒公司还有什么 MCN 机构，它的目的很简单，它就是要骗你的违约金。只不过是这家文化传媒公司做的更加这个叫恶劣。一般文化传媒公司它都会招一些大学生，刚毕业的或者还没有毕业的，让他们去当主播，让他们直播。这一家公司他搞了好多这个合同虚假的拼接。实际上，很多 MCN 机构和文化传媒公司，它合同都是公开的，合同上面并不做手脚。所以说当他跟这些学生、跟这些兼职的或者这些什么刚走上工作岗位的人、年轻人签这个协议的时候，很多人不愿意签，因为这个违约金、违约责任太大，没什么好处。
所以这些 MCN 机构、这些文化传媒公司，他就会让你试播1个月，试播1个月，你的工资8000或者5000。如果试播1个月不合适，那你就别签。这样有很多人上当受骗，因为试播没有责任，还给你底薪5000、8000的。接单这些人来试播的时候，文化传媒公司或者叫 MCN 机构，他就会组织人来刷单、送礼物，因为他们跟平台都有协议的，他们刷的礼物损失比较小。他一般的规定了，试播的时候你是没有提成，或者提成非常低，可以忽略不计。提成的比例，因为你试播看看人气怎么样，所以他就 MCN 公司他会组织刷，他给你刷5万块钱打赏，那最后至少有3万多、4万的钱还回流到这家 MCN 机构，所以他实际上就是花了1万块钱。哎，这虽然花了1万块钱，但是他在直播间打赏的时候，他总会带动一些不明真相的这些观众啊或者粉丝也会跟着打赏。所以说基本上这 MCN 机构在这1个月试播里面给这个主播刷礼物，他是不赔钱的。他刷的越多，这个主播他就越有信心，还觉得自己挺厉害。你看粉丝涨得挺快，这个月刷的礼物还挺多。如果这么播下去，我提成40%、50%，那1个月得挣好几万、10万也有可能。所以说很多人就会上当受骗，本来不敢签的协议，他们也就签了。那签完之后 ，MCN 机构他恐怕就不给你刷了，你得自己去赚。这个时候就是水落石出的时候，很多这个学生就上当受骗，播了几天或者几个月，根本就没有什么粉丝，也没有什么礼物。这个时候提出解约，那你就准备赔50万。人家做的这个局就是要赚你的违约金。如果你不走，那你就在这播，反正3瓜2枣的，好歹只要你播，总会有人打赏。虽然一个主播挣不了多少钱，但是他下面主播多，好几上百人，蚂蚁也是肉，蚊子腿上挂肉。实际上这些公司就是他设计的是旱涝保收，你不播你就赔违约金，你播它底薪是非常低的，7扣8扣的基本上没有了，你就变成一个工具，替这个 MCN 机构赚钱，真正的变成牛马。这样的骗局很多，这个骗局3年前就有，咱们节目就说过，现在还有人上当受骗，主要是现在工作难找，所以上当受骗的概率就越来越大，受害者就越来越多。我们再看胡锡进老师啊，今天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会晤，在开会的时候，内塔尼亚胡当着特朗普的面给他一封信，是什么信？是诺贝尔和平奖的推荐信，也就是以色列提名特朗普获诺贝尔和平奖，就这么个事。这胡锡进老师妙品，胡锡进老师说，他说特朗普要是真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挪威的诺委会就是错入了红老头门，而且来都来了的那个家伙。这胡锡进老师用的是个梗，这是这2年比较火的南京那个红老头，用了这么个梗。这个好像录像那个视频上有一个男的，是不是去南京的红老头约会，到了房间一发现他是个男的，就说不行要走。结果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啊，突然又说这来都来了，贼不能走空，没有空着手回去的道理。所以说勉强，这胡锡进老师把这个梗运到这儿了，说这个挪威的什么诺委会，胡锡进老师说挪威的诺委会男的来都来了，但是我看有网友评论说这个南京的红老头长相酷似胡锡进老师，当然这也是好多网友说的。根据胡锡进老师自己的说法，他今天应该是在延安某个中学校讲课，就不知道他讲的什么课，也不知道谁请他去了。难道请他去讲炒股吗？讲投资心得，讲不卖就没有办法割，不卖就没损失。这胡锡进老师说，他说中午自己溜出来花12块钱吃一碗香喷喷的臊子面，好惬意。他说可惜没找到吃羊蹄的地方。看样子胡锡进老师这次去这个讲课啊，10有8九是没什么报酬的，待遇还比较低。因为中午他自己出来吃饭，不是主办方组织中午吃一顿，盒饭也不提供。这胡锡进老师跑出来吃个12块钱的臊子面，本来胡锡进老师还准备吃羊蹄，结果说他没找到，说明胡锡进老师去了延安那个学校比较偏远。从胡锡进老师以前都是去上海、杭州还山东这些发达地区啊，在那儿做报告，参加什么论坛，谈笑风生，去那地方给的出场费比较高。现在胡锡进老师跑到延安去，
完了中午还得自己去买臊子面吃，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降级啊。从胡锡进老师这个遭遇，出席的这些活动档次就可以看出，现在经济形势也不太好，规格是一次比一次低。胡锡进老师无意中泄露了咱们国家的经济秘密，所以希望胡锡进老师还是要严于律己，要从严要求自己，不要因为自己退休了就口无遮拦，要多分享一些这个能够反映经济蒸蒸日上的这些日常生活，不要老是反映这些消费降级的、唱空中国经济的，无形中就充当了西方的情报人员、间谍。但美西方别有用心的一些人士得知胡锡进老师一个厅级干部在胡氏还有很大的投资，每个月退休金有那么多钱，居然只吃12块钱一碗的臊子面，这不就说明胡锡进老师对中国经济没有信心吗？就为什么中国人不消费？中国人把钱往银行存呢？就是对未来没信心。胡锡进老师也没有信心。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